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古早人讲，草戏人熬繁话，青梅熬险家。即摆看起来，可能对看无听无的人是一款歧视。也毋过，咱重点是要讲到翻话这个词，用即摆较专业的思维来讲，就是翻译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，这一字就是译，第八条。照古早台语字典解说讲，这个译就有讲好明、开帖的意思。替人甲话讲好明，甲一款语言翻做另外一款语言，咱就讲是翻译。另外，有人讲是通译。另外，还有替人翻译的翻译者，咱讲是译者；替人翻译语言，咱讲是口译。若是翻译文章，咱讲是译文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通译，这是为双方翻译两边使用的语言。第二个词读做译文，会当讲是翻译文字或者是翻译文章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台湾是一个多元的社会，有各种无同的族群，使用无同的语言。有需要的时，法院或者是警察会请民间人士来做临时的通译人员。大部分拢是有翻译语言或者是译文的经验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译，第八条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